清明的沙假期头2天拢伫落雨，这咱知影山区呢路况无好，有一个72岁姓黄的老先生，一个人去南投溪头的山区要爬山，落山的时间呢是找无路，无细字，佫跋倒受伤，伊赶紧打电话，真无简单，甲搜救小队联络了，又佫失联。搜救小队呢用2天2暝，总算伫一个溪谷找到这个姓黄的老先生，伊举一个雨伞，一个大粒石头顶，加在当时又穿雨满，意识算清楚，警方赶紧将伊送去落山来就医。慢慢往山下移动。搜救人员爱穿白衫的查甫人行溪谷，一个伫头前探路，一个扶受伤的查甫人，后壁佫有一群人保护因做伙行落山。可以看到老先生头部有一些外伤。路真歹行，而且佫有河流，草啊甲树啊拢拔甲比人佫较悬。搜救人员就惊一个无细字，佫有一个查甫人受到伤害。因为这位72岁姓黄的查甫人，家己去南投溪头的山区健行，不过落山的时，敢若是找无路，无细字出倒受伤，伊赶紧对外求救。真无简单，和小队联络了后，佫失联。下午赶车临时心急了，致使在回头的过程中临时迷了路。然后据他给我们最后的线索去进行搜索。消防强调，有和姓黄的老先生联络到，透过电话简讯，甲伊陪团坐标。不过因为是大人，无啥会晓用手机一直无传家己调伫倒位，后来用讲的来讲附近的环境，加上在地居民设的水管等等的资讯，搜救人员用2天2暝，总算伫一个溪谷找到这位老先生。搜救人员找到这位老先生的时，伊规个面拢是血，佮野雨伞坐伫大石头，因为伊有穿雨满，互伊无互雨压淡，造成失温。老先生意识真清楚，警察甲包扎了后，就送落山互医生看。只是这几天山区一直咧落雨，佮拄着低温，这位老先生会当动来，连消防人员拢感觉是奇迹。警察嘛要呼吁民众天气无好的时，千万莫家己来爬山，毕竟毋是大家人拢会当像老先生这摆这么幸运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